暖暖曾文溪，咱来故事串联。咱的俗语咧讲田头田尾土地公，不过若是徛在地理甲方位的角度来看，即句话就要变做田头庄尾土地公。空中好朋友敢知影是为虾米？继续咱共款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为大家来解说。世界科技行进步，台湾文史倒翻科。田头庄尾土地公，咱台湾人惯势大做伙，做工课会当配合斗帮忙，大家互相照顾安全。自然呢，就结成庄头，有庄头就有庙，拢有拜神明。拜神明当中一定有土地公，多数的庄头还佫有另外起土地公庙，因为土地公是地头神。虽然身价无真悬，不过土地公是甲咱人上亲近的神明，亲像是咱地方的传理长。土地公是土地守护神，亲像咱的四大人，保庇咱家庭平安、五谷丰收。俗语讲，田头庄尾土地公，田头土地公无真济，希望土地公会照顾五谷丰收。上普遍的是起伫庄尾大水沟边的土地公庙。古早人注重地理甲五行的方向。庄尾是庄仔头的西边，五行属金，水沟流水代表有钱财。土地公是福神，嘛是财神，所以土地公庙起伫庄尾，土地公会甲咱保财，互庄仔内大家趁钱发展，佫会保庇平安，特别是生理人拢拜土地公咧求财。十几年前，有一遍我去婚姻关古溪乡华山社区遐讲课，无意中讲起讲土地公庙的即个情形，我讲土地公庙爱起伫庄尾的即个位置，因甲我讲因华山进前因为土地公庙真旧所以因起新庙，就换讲甲土地公庙刷去东边较瓦市的所在较发达、较发展。结果新庙起了后，规个生理饲草拢花了了，因就有感觉，感觉了后去问神，才知影讲，赶紧的土地公庙爱刷东去庄尾旧位顶过去，这个代志处了后，顶过去庄尾土地公庙原位，佫顶过去了后，因华山加比、华山游乐区的迄个名声，才佫再兴旺起来。真正应证讲古早人的讲法。土地公的身上，大多数拢是穿圆月衫，戴圆月帽，手提元宝如意，也是讲牙乖坐椅喙手长长白白，红面慈祥的笑容。不过，阮斗南小南天福德庙的土地公是戴宰相帽的戴宰相帽。有两个传说，讲嘉庆君游台湾的时，阮斗南的这个古早叫做塔里木塔里木的土地公显圣护驾有功，朝廷特殊香炉，甲戴宰相帽的这个荧光。搁在日本时代，嘛有塔里木土地公显圣，来行医。来救这个日本人的贵妇的查某人，这个日本人感恩报答，从安尼促成台湾伫咧拆庙的时阵，
塔里乌小南天福德庙毋免拆吼，所以塔里乌小南天福德庙就会当咱安吼塔里乌府全部所有的神明，拢请来遮行，逃过日本人拆庙的这个在役。伫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为着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踊跃来投稿。今仔日咱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高雄市林园区李丰进先生所写的作品《海墘的记忆》，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三合院的记忆。新起的马祖经水阁大办，庙埕内底烧酒门的厝边，甲戏棚顶闹景的大屏，做伙正做一片闹热气场的情景。我甲金画好好势，按金路边的围墙啊下过，骹底迄片要几百个人共有的土地，是规个家族啊攀远的过往。清国时代，查埔祖啊不得已离开云阳看过的琉球山，来到红片头山边的海墘，正摒势，甲这间古厝起起来。伊按草厝、土角，到尾啊用砖啊框，佮按正身起到护陵。查埔祖甲伊的青春让入去这间厝里，决心要伫遮定根。日本时代，人疏开米空食，祖也坚心要守伫厝里。查某祖只好家己带囡仔走去米。伊讲：阮祖啊，应该是早就爱无去啊，是妈祖慈悲，亲像济灵感的妈祖婆共款。婆啊，用伊的拳将古厝顶悬的炸弹飞入去海底。毋过，几年后，塞洛马风台来拜访迄一日，凡说是伤济人需要闻声救苦的伊，一时顾袂离。阮古厝的天崩铲，正做塞洛马的伴手，门楣顶头绵悬的灯号嘛好上落来。加载两位祖啊，密伫红架倒骹，性命才无互伊做伙抢去。旧厝已经无法度住人啊，两位祖啊开始轮回食囝儿的生活。毋过，毋管是食对一口灶，因不管时拢伫咧讲较早住海墘的日子，讲牵古的古梦是安怎拍伫阮埕里，讲较早是安怎洗牌啊、跳舞、掠乌鱼，讲妈祖出巡到厝边点神迹，嘛讲到三节公四种报应。讲较早所有的囝儿带做伙，是偌尔啊甘心。想要伫这块土地重现家族的记忆，是真困难的代志。伊的三魂七魄，伫祖啊做生了后，就对着铁火顶的亲情，散伫南部七县市。我下出墙围啊，越头看，捌看过阮5代人的古厝，只剩一幕的空壳，点点倚伫闹热的妈祖境边。
水牛食草顺残花，乌树牛仔来做伴，脚车顶徛咧看关山，美丽岛，美丽的咱台湾，你看咧雨丝香，暗顿吃白烟闪闪，五树山孤红的线，金石脚月牛